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3，诗篇22篇26节安尼讲：善车人会得到把祝，追求上主的人会称赞伊。愿恁的心永远有活气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会得到把祝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赐了丰盛稳定的上帝，你是赐下怜悯疼痛的天父，主啊！你是一切活命的主宰，竟然有气势的，拢着来敬拜你，也要时刻来学习你的名。主啊！阮若是要讲起你的奇妙所做，就是一世人也讲袂尽。阮若是要数算你的恩，就是用尽一生也算袂了。主啊！困苦人的冤屈，甲善车人的吐气，你拢看见，也听见。你要甲因安置伫安全的所在，主啊！善车人会得到把祝，追求你的人会称赞你。愿阮的心永远有活气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属你。